曾以一首《我爱月亮》走红的62岁月亮歌后李佩金，23岁因脊椎手术失败，从此下半身瘫痪，坐轮椅近40年。6日一早，她突然在脸书上留下疑似遗言的文章，让粉丝相当担心。台北市议员殷晓薇接到消息，立刻到家探视她，送医后目前精神状况已经稳定不少。台北市议员殷晓薇，李姐姐她觉得，她实在长期以来，从23岁开始就受到脊椎极度的疼痛，一直到现在是任何止痛药都止不住痛，所以才会有这样消极的念头。台北市议员殷晓薇代替资深艺人李佩金出面发言，因为她一早6点半在脸书发文，说到：“亲爱的朋友，我要离开你们了。我决定要去另外一个世界了，”让不少网友吓坏，纷纷涌入留言。台北市议员殷晓薇，她可能在过去有一段比较不是太愉快的婚姻，导致她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，经济的确有很大的负荷，包括消防局及北市卫生局人员都到李佩金家关心，妈妈也露面，说到目前李佩金的状况似乎不是很稳定。李佩金妈妈那个脚都痛，全身都很痛啦。曾以一曲《我爱月亮》走红的歌手62岁月亮歌后李佩金，去年还上好友白冰冰的节目，当时谈到1979年23岁时动脊椎手术时造成下半身瘫痪，面露坚强。现在却因为身体疼痛不堪负荷，加上疑似与前夫欧阳正一2度离婚，状况亮红灯。李佩金邻居，没有他，李佩金很少出门。我是看过有外籍看护会推他艺人李亚平 vs 于天，晚会的时候找他，李佩金过来，有想找他，但没想到是这样，我也没时间去看他，这个行为是很懦弱的，一定要坚强起来。好友李亚平和于天谈到李佩金也相当不舍。卫生局表示，李佩金原本就是长期追踪的个案，名下有1名看护，主要需要的专业服务为赋能治疗以及吞咽进食照护。现在照管中心也积极联系，为他拟定后续的治疗方向。